新北市警方抓到毒品集团的据点，现场查扣的毒品呢，市面价值超过2亿，而且以托米酯这款毒品伫台湾只是一般药品。警方发现讲有犯罪集团趁国内也未甲伊列管，就甲伊当作毒品摕来卖。医生也表示讲，这款物件食了伤过济，会伤害脑部神经，甚至有可能会死。趁天也未讲警力出击，伫新北市真侪所在攻破藏毒的大本营。一袋搁一袋内面装的拢是毒，敢若K他命含安非他命都有82公斤，甚至搁发现真罕的看到的强势毒品，超过这总值大是超过2亿。贩毒集团可能是看上台湾还未管制，就把它引进台湾。目前他们使用的方式是加在烟油里面，然后当作是电子烟的烟油再吸食。互外国叫做是强势毒品的伊托米酯，伫台湾是无防列作毒品，都是抓准管制破空。这摆嫌犯嘛承认讲，1毫克的粉用3000块在卖，就算讲防抓到，也是有人检举，警方嘛无法度用毒品条例来查办，这会当互相关单位来认定讲，敢有违反药事法。目前卫生福利部已经在今年的5月9号召开管制药品审议会，做成决议，要增列依托米酯这个成分为第4级的管制药品。我们也已经建请法务部能够依其成瘾性、滥用性以及对社会危害性来提报到毒防会议来列管为毒品。依托米酯是一种麻醉药啊，有镇静止痛的效果，是一般药品会当伫医疗手术使用。即摆防乌白用不法的人士当作是毒品在卖，后壁危害袂当大意，爱说是变作毒害。它可能会造成我们肾上腺功能的不全，然后有可能会造成我们身体不自主的抽动，也会，然后甚至如果说过量使用，也会造成一些大脑神经混乱，会有死亡的风险。追究一时的快乐，甲依托米酯食入去腹肚内，虽然可能产生迷幻作用，却严重伤害脑部的神经，有可能会出现攻击的行为。若食过量，佫有死亡的风险。即马佫外一个列管，这种药啊，佫伫台湾防非法来使用，敢会变作掠毒的另外一个大麻烦，甚至留去市面上造成危险。中央相关单位拢爱正视。记者综合报道。